准备敬拜。所以，恁着用我的这个话记伫你的心、你的脑，也着绑伫你的手做记号。记伫恁两只目睭下中做纪念，也着用这教示你的囝儿。无论你坐伫厝内、行伫路里、困，还是起来，拢着讲论，搁着写你的厝的门徛，以及你的门。所接，咱做一来用圣诗来学老上帝，圣诗第二首，圣在，圣在，圣在，请大家起立。Oh
咱由咱徛咧，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上的，愿你的名写，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对你亲像天，我的日给咱予阮，下面阮无有，亲像阮要下面无阮的人，我哋全阮你的事，就叫阮反面歹。 因为国、权力、平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咱用使徒圣经来讲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帝，创造天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并在基督玛利亚出世，并本有必然道灵来受苦。 定是一个死埋葬和因父，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上帝的大殿，伊要变我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下列，肉体倒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弟。 接咱要来教读启应文第7篇，圣第4篇第19章，圣诗后壁1007页。天宣布上帝荣耀，用空传扬伊的作为。迄日对迄日讲话，一年对一年。 传播地线，无言无语，无声无息。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因的言词传到天边海角。第声，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大布面，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亲像选手勇勇走伊的路。 伫天的这边出来，射到迄边。热气无尽万里。上主的律法完全，互人得到新的贵来。主的命令可靠，互无知识的人得到智慧。上主的诫命公正，互人的心欢喜。上主的教示纯洁，互人的目睭光明。 敬畏上主就纯真，永远无改变。上主的判断知识完全公道，比金比真侪纯金较贵重，比你纯的香蜜更较甜。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修诫命就大报酬，且人会知家己的错误。 由你下面我无意中犯的过失，你保守你的仆人，可以袂故意犯罪。由你的银行用份罪恶管辖我就诚侪无通指责人，袂犯同罪。第声，上主我必来说，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 下你的旨意，愿我心所想的得到你接纳。因为当心阿头来祈祷。慈悲听重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我罗你。今早起虽然天气无好，阮共款欢欢喜喜来到你的圣殿，完全拍开阮的心，甲你交陪敬拜你。阮嘛要将过去这一礼拜一切困难的问题带到你的面前，是因为阮的能力有限，无法度解决。一切来仰望主。伫咧过去这日子，我拢感受到主对阮的疼痛。
你用你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灵、身体、魂，用你的大权能，互阮脱离罪恶的捆绑，互阮伫罪恶中拯救出来，互阮诚做你的囝儿。望主你帮助阮，并带阮赐我们智慧，拍开阮的心、阮的目睭，去看清这个世界，来坚固阮的心智，袂受到外来的变化影响。主啊，尤其这段疫情的期间，伫今年3月到10月，阮遮个会友拢确诊，阮的心愈来愈惊惶甲烦恼。伫这年底之时，看来政府对疫情的态度是开放的，但是阮每一位会友拢有感受到，疫情并无稳定落来。佮加上年底这个流行感冒嘛要来，阮的心就愈来愈沉重甲紧张。面对这疫情，求主赐予阮有安稳的心，每一人共款各有爱心跟耐心，互相帮衬。望主你用你的大圣手来医治这确诊的这会友，嘛用你的圣神来扶持因，伫上帝眷顾下，早日恢复健康，好互因继续为主来做工，来荣耀你的性命。这时，嘛主你的信心降临伫阮的中间，而且阮阁一摆要透过拄啊确诊已经恢复健康的张牧师的喙，来领受你的话语，望感动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有心的领受甲体会，知影安怎去做下伫主的心意的事工，要安怎诚侪一位帮衬荣耀主的信徒。阮来今早的敬拜，直到到尾，阮恭敬拜伫主你的面前，求主接纳。阮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而且要学乐，咱要听青少年团体，因要兴起拄着试炼，才会为你真艰苦来学乐上帝。
咱感谢青少年团契遮尔美丽的歌声。咱即马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有两段圣经。第一段是路加福音24章25节到27节。耶稣对因讲：“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讲一切话，你的心怎样遐恶心啦？基督受遮的艰苦来入伊的阳光，敢唔应该吗？”就对摩西甲正先知去，定来圣经中所指伊的，拢互因归明。第二段《约翰福音》第5章37节甲47节，《约翰福音》第5章37节甲47节。找我的爸，伊也捌为着我做干净。恁从来毋捌听见伊的声，也毋捌看见伊的形象，搁恁无伊的道理顺伫恁，因为伊所册的，恁无信伊。恁讲究这个圣经，因为拍算迄中间恁有永我，也为着我最干净的，就是这个圣经。恁无要求近我，来得着我。41节，我无对人受阴光，总是我知，恁无上帝听伫恁的心。我伫我的名，我伫我的爸的名来，恁无接纳我。然后别人伫家己的名来，恁要接纳伊。恁大家相觉求阳光，毋求对独一的上帝来阳光，怎样会信？你拍算，我要对爸告恁，有伫告恁的，就是恁所倚靠的摩西。恁若信摩西，也袂信我，因为伊有写，伊所写的有论我。恁若无信伊的册，他会信我的话啊。下接，咱们请张牧师来讲道。要讲道的题目是耶稣读的圣经。先多谢青少年团契因来今仔日赞美。不过我有一个疑问吼。恁敢知影什么叫做累字？累字是什么意思？恁敢知影？拄着失望累字真艰苦。咱即马台语差不多一直拢一直要小心吼。累字伫社会上嘛较安尼用啊啦吼。这传统的即个真水的台语吼，就是灰心丧志啦吼。伫迄个情形内底，咱来算上帝恩典，请做伙人同心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搁一届伫你的听吸引的，愿为四面八方来组织伫你的名所设立的圣殿，阮伫遮要来敬拜上帝。祝愿活伫这个时代，看见时代的变迁，特别国际对台湾目前的安全有不止大的看路。中共经过20代开会了后，搁一届来宣告因无要放弃用武力来讨棒台湾。来统一台湾，祝愿伫这个危机的第一线，阮需要上帝你的保守甲看顾，阮需要上帝你的引带，做阮的避难所，做阮的帮站。伫这个时代变迁的中间，台湾也咧面对疫情以及特别到的选举，社会有一点混乱迄种的情形。主啊，恳求你坐咧做王，来掌权保守
不管伫整个世界局势，甲伫阮所徛起故乡台湾的安全，以及到阮个人身体的健康，上帝你真做阮的帮衬。求上帝你用你的话来引带阮人生的道路。明仔载要拄着什么代志，阮人生、阮的家庭会拄着什么困难，主阮拢毋知影。总是你是阮活命的主，也你将你对阮的期待已经记载伫上帝你的册圣经的内底。求你帮助阮来珍惜上帝你赏赐互阮的圣经，来指点阮。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头前的道路，不管是拄着风雨黑暗，有上帝你的话引带，阮一步一步直到阮进入到伫永远的国度。愿上帝你用圣神真理的灵运行伫阮即个会中，人真有限的了解传达上帝你奥妙的真理，阮对上帝话语的珍惜，搁一解来互阮伫今仔礼拜中间。来思考阮对上帝话语的态度，互阮会通来接受、来信、来行。阮同心伫你面前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想咱较有咧注意新闻的，最近有2个新闻，互我注意到吼。第一个，咱即2天听见讲故宫有3个即个国宝吼受到损害吼有人为的错误也是等等即3个。破去的碗盘，我看起来拢无比阮兜的杯仔遐较水吼。遐个盘咧，有时去路边摊食的，拢抑阁比这较好。其中一个上久的是讲是明条吼，是不止水吼，黄色的碗有迄灵是青色的真无彩伫遐弄破去。抑阁有一个青条的，明条离咱即马超400年、500年啦吼。青条，2个是青条的即个瓷器。大家伫个所在就开始讲这款的无价之宝受到损害，到底有保险抑无？伊的价值偌济？大家有人讲25亿啦，这3项是等等遮的。对咱外行来看，虽上咱袂感觉遐尼有价值啦吼。伊的价值伫什么所在？伊的价值就是以即个物件年代的久远，离咱即马500年前，500年前人烧窑的技术，人有法度通甲即个色彩，甲迄个碗做甲遐水，实在是真无简单。所以伫迄个中间，即几项物件就诚做无价之宝吼。用国家做伊的迄个背书的时阵，实在是计数，毋知影讲破去。过来甲修补迄个价值嘛，已经减少去。这是其中一个消息也互咱感觉真可惜、真无彩。人会犯错人会将真有价值的物件甲伊损害去。第二个是讲中华一个毋知倒一个乡镇吼，发现讲因遐有一个日本时代的即个保险柜啦吼遮侪年来，无人会晓开迄个保险箱到底迄个保险箱内底是毋是有啥物物件放伫内底互足侪人，包括咱这第三者，咱嘛真好奇。开开内底，毋知有放金条无，有啥物物件无？所以迄乡长就讲出5000块，会晓开的人，到尾提到1万块若晓开即个古董的即个保险箱的人收1万块。后来真正有一个80几岁老师傅甲伊开开，看见内底是空空啦，无物件啦吼。我想乡长大家拢真失望，咱嘛真失望啦吼，咱嘛真失望。100年前日本时代保险箱放伫遐甲开开内底无物件。咧讲遮个物件，主要是咧讲有经过时间性的、真古老的东西。今仔日抑阁有通得的，迄个就非常的宝贵。其实你甲阮，咱厝里拢有即种的物件。我确定恁厝里一定有超过500年的话语，即上帝话语。当然，恁知影我就是要讲圣经即个宝藏。咱可能厝里毋嘛1本尔，无一定要有几10本。即个圣经。
随上是比这清朝、明朝，甚至搁较早，这物件是搁较宝贝。差不多2000年啦，咱真好去想象，圣经到今已经2、3千年的历史。这2、3千年，咱若用国宝来甲思考，2、3千年前的物件，伫迄个时代用羊皮纸用迄个沙草迄种的足古早无迄个纸、无迄个印刷术的时阵，竟然今仔日还阁会通流传到伫咱的手中。今仔咱真简单就会通摕到遮的，总是用伊的历史的古典，甲伊的价值来讲是无价之宝。因为圣经毋是干那，因为伊真古老，所以真有价值。圣经咧写讲，即个创造宇宙甲世界的创造主，伊心内计划，伊知影伫即个历史的中间，伫迄个所在作为，伊要圣经通过上帝通过圣经要教示人。不管伫什么时代，你拢会通过这本的圣经来经营，互你有一个丰盛的人生。你会拄到足侪代志，像伫诗篇内底，有的人互陷害，有的人诬告，互诬赖，等等遮，伊心内真气，对的对敌等等，遮古早的人的心其实甲咱共款，总是伫迄个中间，因安那去靠赖上帝，安那去。对上帝遐来得到快乐，来面对人生的困境。圣经教示咱安那来经营，互咱的性命更较丰盛。毋然佫上重要就是，圣经咧教示咱咱活伫世间上做100年、100年、100通岁，总是你爱得到永活。伊要教示你怎么从暂时进入到永恒，要怎样去到上帝。永远的迄永远的活命，这个是上宝贵的。如果咱现圣经若无找到这个秘诀，这个圣经对咱来讲，就是亲像故宫的宝藏对我的意义，我会通甲小看者，总是对我无任何的帮助。所以，厝人你有，恁兜有迄个2、3千年前的宝藏，非常的宝贵。伫印刷术伫纸也无法度通像今仔遮方便的时代。这经文是早通过2、3年前这文书、这抄写圣经的人，一点一画真斟酌甲伊写落来。到伫15世纪、16世纪有印刷术了后，咱才会通大量的发行咱今仔真容易就去摕到。咱知影，这毋是讲汉国今仔日。伫以色列博物馆内底死海建筑，比咱故宫2、3千年前的物件更较古典。确实有这个物件，死海建筑是咱现存圣经内底上古早的草本。这考古学家、圣经的迄个学者去研究，这个死海建筑馆顶的2大部分拢是希伯来文。照个迄个推算迄个年代。这个死海建筑写的年代是伫公元前300年，就是自诞生前2300年前，到伫主后1世纪，这中间有一群人因伫迄个所在来抄写这个圣经，主要是羊皮纸沙草纸。真趣味的死海建筑，毋是干以赛亚书尔，死海建筑迄。片片段段内底，当然可能有破损无完整，总是去对照的时阵，拢会通发现旧约圣经除了以斯帖，伫即个死海建筑无找到以后，什么创世纪啦，什么这旧约39本、38本内底，拢会通伫死海建筑内底来找到片片段段的这物件。2012年我有去以色列去游览的时，当然这是一定爱去看。伫死海边有足侪昆兰山洞。伫迄个所在是，这个故事我想咱拢捌听过。迄雇羊的人因为遐有足侪这个山迄个洞吼，毋知偌深。雇羊的人因为羊仔毋知走无去，毋知走去迄洞内底无，伊佫毋敢入去看，所以用石头去结看甲羊仔会通赶出来袂，还是讲有听到声无？听到迄个咔一个是迄种的声，我内底敢若有翁
有翁仔的物件，到底什么物件？就好奇入去看，内底有一寡翁仔，内底装一寡遮的物件。所以伫迄个所在，本来用歹人故事去卖，后来即个故事，我想咱伫网络上拢查会到，才知影讲这无价之宝，竟然发现2000年前圣经的草本。中间除了大部分拢希伯来文，还佫有一点仔希腊文，因为无共款时代、无共款的人写有阿兰文等等才会写所写成的。可能圣经会通安尼2000年伫人类战争变迁气候的中间，可能迄个所在真适合即个羊皮纸，也是讲遮物件的保存。所以上帝互伊伫迄个所在保存1947年人才去发现。迄个羊皮纸是安怎写的，咱是毋知影，总是拢一卷一卷安尼来写片片段段，我想一定足侪卷呢，上长的到8公尺来写。这本册会通遐尼完整留到今仔日，本身就是一个真大的神力。到底圣经是咧讲什么？上帝互这本册伫时代变迁中间留互咱遮尔完整，到底伊的目的是为着什么？你安那咧看圣经？我想咱大家坐伫这个所在，咱家己心内拢去反省者。阮兜迄本圣经，我是安那去咧看伊的。有一寡人就是我著摆伫遐，暗捌3-4年嘛，捌去甲显着。就有一本圣经伫迄个所在，做一个真水的家庭的摆饰。你若读英国文学系的人，可能爱去读圣经诗篇这的迄落因安那翻译，也是讲有人讲迄个游牧民族，迄古早时代中东游牧民族的一个传说，一个故事。有人伫迄个所在要找算命，上帝对我到底嫁即个好无，娶迄个好无安尼，用现圣经来做算命的册。有人伫遐来讲上帝讲有末日，到底圣经密码在哪里有人伫迄个所在困袂去，你就圣经放在面前，枕头下骹袂定较好困来驱魔助眠。咱大家用各种无共款的，基督徒也定定用圣经来做証明。圣经讲妇人人就顺服伊的丈夫，即个你毋知捌用过无？甲太太咧冤家的时阵，就用即句话就出来吼。到底咱是安怎咧用圣经？有人当然去研究用科学角度，讲圣经咧写讲以赛亚书是讲上帝将悬在半空，所以地球是圆的。其实伫迄个时阵就知影等等，大家用不同的角度去咧读圣经啦。那大部分的人，我想大部分包括基督徒也教会外的人，拢感觉圣经一本好册啦，劝人做善事的好册。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就是要成人取义嘛，所以咱今仔日才会咱所谓的毋是基督徒，才会世俗才毋是基督徒的人，因讲圣经是劝人为善的一本册。单纯来讲，这个生活伦理嘛，你愿意人安怎对待你，我就安尼去对待别人，大家拢会晓讲这，爱听厝边亲像家己。拢用这个道德这个生活的伦理待人处事的金科玉律，真侪人拢是干那安尼尔。总是今仔日我提醒咱大家，圣经主要目的毋是教你安怎做一个较好的人。圣经上主要目的就是提摩太后书3章15节，要帮助你甲我，互咱知影安怎来得到救。什么叫得救？咱本来已经是沉沦的，咱本来是互罪恶捆绑，咱本来是一定要面对死亡做咱永远的结局的。总是因为这本圣经甲你教讲，当你肉体会败坏了后，咱安那会通进入伫永远的国度，进入伫迄个永远的迦南地，得救的智慧，这是圣经上主要目的。我家己本身咧看讲真细汉的时阵，随着年龄，我想咱中间有一寡少年人往恁甲恁分享。细汉的时阵伫主日就感觉圣经真趣味真爱听拿阿的故事，真爱听以利亚安那一个人变450个先知，真爱听用那去迄只海翁
是迄只大鱼安那甲伊吞落去。这圣经故事敢若真趣味，敢若咧听童话故事共款。甲少年的时阵感觉，我真爱箴言哦，箴言遐诗篇啊，箴言这智慧文学的这传道书，康熙的康熙。我们年少的时候不知愁滋味，拢去读传道书啊，康熙的康熙啊，开始我想等等，有迄个感受伫内底。所以到新学院的时阵，新学院教授讲，圣经是上帝对自我的启示。伊通过圣经，上帝通过伊怎样参与伫人类的历史的中间，伊咧互咱更较明白伊的本质，互咱知影伊对人的看法。愈来愈对圣经的看法到更较成熟了后，信仰更较徛在了后，我知影圣经咧讲我为倒位来，我今仔日直接要创啥，将来我要去倒位。上帝互我伫世间有甚物款的使命，我安那来活出我的创造主本来创造我的目的，我会通来活出来。当然，圣经也甲咱讲。世间无义人，连一个都无。我毋是义人，总是我要安那通过耶稣基督来甲上帝和好，来甲伊迄个关系来恢复，是甲上帝好生命的课程。如果真正你若对国际咧变化局势有兴趣的时候，你也通注意用上帝角度来看即个世间的走向。咱最近一直咧听讲。普丁毋知用着核弹无？人要自我毁灭是真简单嘛，真有可能的。有一天忽然间拢化为灰烬的时阵，到底上帝对这个世界人类历史的终局，以及我将来要去倒位，到底伊有甚物款的看法？伫圣经的内底，咱拢要看这个代志。主要圣经主要是咧讲上帝甲你、上帝甲人立约的历史。咱会通做来看，所以会记得以前圣经拢写新旧约前书啦。所以第一，咱对圣经的了解是约的册，是约上帝用伫历史的中间，甲旧约是甲希伯来民族这个民族来立一个约。我互恁10条诫，互恁这律法律例，恁安那来照律法来行，就是我期待恁做。总是后来旧约发现讲，伫人的本性、人的自由意志中间，无可能来修转这个旧的约，然后才有这个新的约。所以圣经约新旧约前书，其实是咧讲上帝甲人立约的过程。咱这个真简单的常识，伫教会较久的人拢知，旧约39卷内底，除了创世纪以外，其实为创世纪的12章以后，拢是咧写上帝甲亚伯拉罕以及代表亚伯拉罕的这个民族、人类犹太人的历史，伫迄个所在，怎样立约，伊参与伫因的生活的中间，伫历史的过程内底，上帝期待，这个选民安那来活出伊所爱、上帝所爱咱活出的款式。所以旧约咱知影大部分分做4大部分。摩西传统上认为讲，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民数记，这5本是摩西写的，所以咱叫做头前5本叫做摩西5经。后来有历史册啦，约书亚啦、士师记啦，等等这的才叫历史册。过落去咱有知影，伊照咱今仔日的圣经是照分类，摩西五经、历史册，然后有智慧文学，就是诗篇啦、传道书啦、这个雅歌啦、箴言5本智慧文学。过来有大先知的较大本的耶利米、以赛亚、以西结、但以理5本大先知，就是因为伊较侪，然后12小先知。这本的册，其实我要讲这是耶稣所读的圣经。耶稣的时代旧约新约还未完成，所以保罗、耶稣拢咧读，伊真知影做一个犹太人，从细汉就受教育来读这旧约的册。然后咱讲到新约就27本。主要是咧感觉旧约已经无法度上帝的真理，上帝要表达爱人去做，已经无法度通修旧约，所以这个真理，这个道，上帝本身直接介入伫人类的历史中间，道成肉体，来成做一个用无罪的、用搬过一个羊羔迄种的角色，伫伊的肺
甲咱立一个新的约。有耶稣基督的这个记号的人，要搬过迄个上帝最后的审判来得到救，用伊的救赎确立。如果你若相信上帝为着咱准备的这个救恩，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有得救的智慧。然后咱知影，除了4本福音书，伊也写着教会建立，然后保罗的培训教示咱怎样来过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不管伫社会、伫教会。这是新约，所以新约不是要取代，实际上新约是一个升级版的。旧约遐律法对咱有缘，也佫有迄个前置力，也佫有对咱有迄个效力。总是新约，伊知影讲你无法度通完全守律法，你需要这个新的约，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有法度通得到智慧。所以旧约的对象大概是希伯来民族这个选民以色列人，所以新约的对象已经到伫全部的人类。新约是主要550年到100年中间来完成。旧约是古希伯来文写的，新约就是当时世间已经变化是希腊化的世界，希腊的迄个文化所写。咱看耶稣安怎讲，今仔咱所读的圣经。当耶稣过活了后，迄两个学生无法度通了解，为什么弥赛亚来定十字架？因念知这个是过活的主，所以伫迄个以马忤的路上，耶稣就甲因解说讲，为什么其实你旧约中间找到会通找出来，摩西甲先知早就已经有预言，迄个上帝为着咱备办的救赎，所以耶稣伫迄个所在开始。开帖旧约，指着将来要来弥赛亚来甲因讲。以赛亚53章咧讲，迄个伊担当咱的罪过，伊受鞭挞，咱得到医好。伊甲歹人共谋，这代志就是咧讲，恁拄好伫几工前，迄个主耶稣互定死的时间，敢毋是着应验遮个？伊伫迄个所在，拢甲因讲明。耶稣伫另外一个场合，伊甲伊的犹太这同胞讲。恁拢咧读旧约圣经，恁想讲我若手传旧约内底，这律法律例，我就会通得到应验。确实，总是咱做袂到。所以旧约遐圣经已经甲预言讲，有一天要有新约，要有耶稣基督来做咱得救的根据。所以旧约。今仔日毋是咱就毋免读旧约，旧约是为着基督的降临、甲上帝的救恩来做预告甲见证。保罗嘛是共款，保罗读的圣经嘛是干那旧约俩。所以第二咱最近咧读迄个灵修梦想拄到提摩太后书，咱知影提摩太伊的老爸是希腊人，总是伊的老母是犹太人。犹太人真注重教育，所以提摩太老母从细汉就互伊去读这旧约的圣经。所以保罗借着伊对提摩太了解，伊甲提摩太讲：我知影你从细汉的时已经捌这个圣册，捌这个旧约圣经。这个旧约圣经是要互你有智慧，知影讲，这个时阵已经到伫新约耶稣基督的时代，是要互你对信基督耶稣来得到救的。所以用。保罗用旧约圣经是今仔日咧印证新约的完成，互咱会通得到救的智慧，来写的。所以保罗和提摩太知影，你虽然读的旧约圣经，毋是古早人的故事，毋是讲守律法，却是信耶稣基督，你就会通来得到救。伊用这个角度来甲提摩太讲。所以今仔日。圣经毋是要教你安怎做一个更较好的人，照提摩太后书3章16节，互咱有智慧，互咱知影我爱通过信耶稣基督唯一的道路，若无我无法度通得救，我无法度通永远的活命。然后伊才讲，这个圣经是上帝伫时代中间密示互这作者、这先知、君王所写落来，伊主要目的。就是我头先讲的3章15节、16节吼，互人信耶稣基督有得个主要的目的。今仔我摆伫阮兜的圣经，我有去把握着这点无？是互我会通得救的
一个秘诀写伫即个所在。然后次要的附加的价值，才是安那，互你做一个更较好的人，互你知影上帝话来督促咱，互咱毋敢做歹，互咱归正，互咱知影什么是上帝公义，毋是世间的公义，上帝公义，这些拢是圣经的附加价值。如果你若会通伫迄个所在专心相信，去遵守，带出来的效果就是互属上帝的人更较完全。我伫任何的情况内底，我的反应拢会通符合着上帝对我的期待，避办便便，互我行逐项的好事。所以圣经主要目的、附加价值所带出来的效果，今仔日有伫你甲我的中间了无？当然，你看旧约圣经有真侪困难的所在。伫旧约圣经，若用今仔眼光来看，你会发现讲中间有足侪，虽然是真先进。3000年前，竟然知影讲爱环境保护。你即个土地6年耕作了，第7年爱小耕，互伊恢复迄个元气。你爱安那做一个好的管家，啊有安休年，人做工，你个第7工你都爱互伊休困。人毋是机器，但你你若防袂做奴隶，总是你个虚年的时阵，你爱放人自由。所以对伫尊重人权啦，对伫遮的当时迄个时代。劳工啦，动物的权益啊，牛若伫草场底下咧话，你毋通甲伊的喙甲封起来，你爱互牛也会通哪做工，哪有物件通好食。这拢是真新的即个环保动保的观念啊！如果你无意中去讲过失致人于死啊，对方受害者想要报复，你会通走去到迄一个稻香城密里内底。因为迄毋是故意谋杀等等，总是规约中间你嘛看见真侪，咱无法度通了解。有人甲我讲，无说你讲规约的上帝敢若足残忍嘛？迄攻破爱城、攻破亚利哥的寸草不留，迄动物城拢无有。咱用现代观念咧想迄个古早游牧民族甲当时的文化背景。我最近嘛才发现，伫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当时。飞人机咧炸咧管理平民，还是军人。总是咱最近即个乌俄战争，咱知影，你若去拍着平民，你就是战争罪啊！迄毋是迄个军事人员啊！你不能无意去伤害遐其他的迄落。总是以前毋是安尼啊！第2次世界大战。美国原子弹发落去，伊嘛无咧插你讲你是平民还是军人，啊，是毋是有军事？所以随上人的文化时代、文明是咧进步，总是咱用今仔日的进步的程度倒转去读旧约的时，你会感觉哦，不能接受，还是无了解。所以咱伫圣经旧约内底看见嫉妒啦、扫罗、嫉妒大逼啦，也是安那等等谋杀啦，甚至乱伦啦、通奸啦、骄傲，这些代志拢伫。旧约中间咱看见也伫遮个古章的故事来提醒咱今仔日应该爱安怎做。所以旧约圣经有时间的障碍，因为伊咧讲是200-300年前是中东迄个游牧民族，所以因伫遐咧争古井的迄个使用权啦、土地所有权啦，那哥哥死去，伊即条无留后代，就即个就搁嫁互小弟，为着要留下后代，即个。对今仔日咱的观念，咱无法度通了解，总是当时的文化、当时的情形就是安尼。对两性当时女性的地位当然毋是像今仔日安尼阶级风俗。所以咱今仔日咧读旧约的时候，你会感觉困难，是因为咱用现代知识甲了解去读迄个旧约。所以你要读旧约的时候，你可能爱先知影讲，我即摆咧读的，虽上伫上帝伫200-300年前，伫中东即个民族有伊的特性，来了解迄个背景然后掌握神的迄故事所要，即个历史的记载要教示咱的功课。其实，咱真正甲看讲旧约甲耶稣基督救恩的关系吼，为创世纪3章15节。上帝讲，查某人的后裔要拍即个撒旦的头，就已经有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体迄个预言。当然犯罪了后，上帝就开始进行迄种救赎倒转来迄个工作。咱伫
伫圣经内底嘛，看见耶稣定定用旧约的故事，互伊新的意义，来讲，我就是亲像用那互大鱼吞入腹肚内底，即个耶稣基督伫梦中也要3天，然后要去定身过活。伊讲我是即个耶利米讲的迄个师傅所弃杀的石，我就是迄个以世界37章迄个要为着羊放杀性命的牧者。伊讲我就是上帝为着咱备办迄个即个搬过节的羊羔。所以耶稣伫伊的时代，伊就开始引用旧约，互咱会通去联想。亲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伫200-300年以后，上帝将伊的独生囝来献伫各国他来救赎。边仔迄只为着以撒所为着亚伯拉罕所准备迄只代罪替以撒的迄只羊。今仔日就是主耶稣基督，伊嘛甲咱讲，伊就是搬过节的羊羔。当迄天上帝审判埃及地的时阵，有搬过节羊羔的血的记号的人，就会得赦迄个审判。伊伫五旬节的时阵，将圣神降临，互咱知影，即个是一个灵性的大丰收。伊是以赛亚受苦的仆人，所以咱会通对旧约来定心认捌上帝，因为即个是。上帝伫历史中会行做，互咱知影，即个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伊爱人什么款？伊做代志的方式甲时间，甲咱想的拢无同。伊甲亚伯拉罕讲，要互你的后代亲像海边的沙，亲像天顶的星。总是伊互亚伯拉罕甲撒拉未生啊，以撒甲迄个伊丽莎白不孕啊。伊的应允甲伊的成就有时间的差，有时间差。伊的做代志，咱想袂到。为什么？或者伊的选民去到互埃及人伫法老的管辖下面？为什么迄个一个月行的迦南地，伊用40年来建立因对上帝的信心，甲建立因对上帝的了解？当然，咱也会通对旧约内底，互上帝称作伊是我的朋友，遮的人来认捌上帝。亚伯拉罕安那去认捌上帝，摩西安那甲上帝来对话。咱看耶利米一直甲上帝讲，你互我的责任，我实在是无法度通承担。我讲的话，百姓无要听。你讲我爱我讲的话，伊是一个流目屎的先知，伊对上帝足侪 complain。所以咱会通看见，伊上帝伫迄个所在对耶利米伊的带领，对约拿的带领。你会通看见是大卫这个君王是一个伟大，是上帝所学落的人，总是伊嘛犯着遐谋杀遐行奸淫的罪。咱看见这个人知影讲，这个上帝是认可人诚实面对伊。我唔是一个完全的人，总是我不要虚伪的顺服，是我照我的本性来甲上帝建立关系。伊是一个真爱甲你有个人关系的。最后我要讲就是讲，今仔日咱人想讲，今仔这本圣经会通入来，随常是历代以来有足侪人吼，到16世纪印刷术以后，才较少去用抄写圣经。这个人有一世人来抄写圣经。我会记迄年去到西海边啊，看昆兰社区，当时这爱色尼人，迄是一个隐士派啦吼。往希伯来人总是因这派就是与世无争，一世人都干那要写上帝的话语，要敬畏上帝，住伫沙漠的这种的民族因大的时阵，因要写圣经是斋戒沐浴。战战兢兢，这是上帝话，我唔敢懒散伫迄个所在一笔一画来抄写上帝话语。所以，因怀着敬畏上帝的心，尊重上帝的话语，点一画都唔敢写唔对，迄种的细腻的心来写，留互咱今仔日这本的圣经。当然，人原来是会犯错误啦，有人一寡草本也无啥讲这是因为人的软弱，还是有一些。不是一笔一画都没有错啦，事实上我的认捌是安尼。所以今仔日我要介绍就是为着庆祝咱南门70周年，咱要来体验
当时的人安那抄写圣经。我毋知影你已经偌久毋捌举笔写，即摆大家拢用电脑打字啊，咱真正毋捌了用笔写哩。总是咱今仔日来写看卖者吼，我来介绍。咱中州的通过吼，为着庆祝70周年，咱欢迎所有兄弟姊妹来抄写。你的字无需要偌水，你的心上重要。咱所有人，你会分配到一部分圣经，然后伫迄个所在来写，然后到明年70周年的时阵，咱要有一本手抄圣经会摆伫即个所在。咱今日开始，看礼拜刷的时阵，等一下我来说明迄个办法，互你3个月来写，3个月写了，这3个月你若写了，随时会通摕倒来交。总是最后截止日是2月12。过年了后，然后咱来送倒等于互圣经公会替咱来装订，伊会通扫描，伊会通我看来解说。到4月初到明年咱70周年的时阵，咱要用一本的手抄圣经来献给上。所以这作业流程大概是安尼吼，咱要用和合本、修订本，拢总1800几啊圣经吼，包括一寡遐迄个即马甲伊分挂做85份吼，85份每一份上少有7张。我今即马遮无迄个稿纸吼，7张是2面，所以1张有2面每一面上下大概一面有800字，所以你若摕到一张，就是包括倒电啦、空白啦吼等等，大概1300-1400字左右。你若摕到1张啦吼，所以上少有7张。你若好运去抽到13张吼，就是爱写26页啦吼。即摆情形大概有一点就是讲，有的人大家拢要写真言啦吼，较简单啦吼，几字啊。总是为着公平，咱用抽签的方式啦吼。抽签你抽到什么，你就写什么。你若抽到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人是什么人，你就好伫遐画线吼。有一条花包的观念吼，85分毋是85个人。我是想讲，你会通用家庭做代表，还是交朋友？如果我的家庭有4个人，我想阮4个人，一个人代表来抽，我抽到这4个人，我抽到13页，阮爸爸写3页，妈妈写3页，囝写，我们就互迄个家庭去迄落。如果你敢甲一个人，你会通先抽，然后你去招判，讲你甲我做伙。我分这部分，你分迄部分吼。会通分互团结，还是朋友做伙来完成。今仔日你若刷了后落去楼骹，无顺利会互你抽，你若抽到24号，比如24号拄好是4篇，101篇到伫150篇那一个东西都已经整理好伫迄个内底吼，看来咱人看见，每一份拢有一个保护套，塑胶的保护套。你若较毋知好运啊歹运啊吼，有一寡较特别的所在吼，蓝色的标签就是讲，你有去抽到一部分是，毋是圣经本身，而是每一本圣经头前有一个简介吼。迄个简介，这本以赛亚书是甚物人写的？等遮的，表示你若有蓝色标签伫迄个保护膜管顶，你都有一部分是爱，毋是圣经本身，是照伊的简介。绿色的吼，这个较麻烦啦，伊有图啦，有一寡图吼。你著家己想办法临摹啦吼，上什么方式？简单画，你嘛不爱画也无要紧啦吼，迄是一寡图画的吼，互咱知影。所以已经有85分伫内底有遮个物件吼。你抽到，譬如讲你抽到46分，你著甲小文老师，还是甲莫顺良干呢？我45号，伊著摕45号的这本互你吼，迄个材料。你若写中间一定有足侪问题啦吼，随时问看卖吼，看这大概安怎写，我们尽量来完成。所以我来介绍这个圣经公会互咱的这个大概，伊就是提供咱即届甲因合作，咱差不多1页毋着1张毋着2页吼，所以伊互咱加一倍的纸啦吼，稿纸，就是万一你写毋好，所以如果你抽到7张的吼，大概内底会放10张，互你如果那写唔好，你单调吼我们还会准备如果会通用迄个修正吼，迄个修正液、修正带，
会通解决的这种修正带，这种附伫内底吼。然后毋是用恁兜凊彩一支笔啦，为着统一吼，所以圆珠笔0.7的啊，大家拢是用乌色的吼，莫讲有迄个色有迄个色啊，这个是伊互咱的物件吼。所以大概你会通看，每一张稿纸馆顶已经有印台北南门教会设教70周年纪念，1953到2023，迄是为着咱教会特别做的，伫迄个馆顶遐，伫下面有写有签名，这张是我写的，无人的名写伫遐。啊，然后咱伫后来大家收到回来了后，创世纪第一章是什么人写的，第二章什么，我们会把名字填上去。啊，互你知影，这本圣经是这一些人一起完成的。伊互咱100个透明的保护膜，啊，总是咱即马是先分85个出去啦吼，然后出来完成是变做这种型。啊，伊互你原稿，毋是恁兜凊彩一本圣经来抄，而是迄个原稿，就是和合本2010年修订本。你校页格式、校页字，啊，这是足精密的团队合作。因为大家本的吼，我这也写了，但是你可能写但，总是后边的人，下一个人可能会写是，所以你一定不能有差错，你不能给人写啊，给减写，一定要完全照这个圣经的稿，甲他的迄个啊页次来写。所以以后咱有笔，咱内底啊每一个拢附两支笔啦吼，互恁写。如果你也需要，办公室我会搁另外准备，讲我需要。这种的笔啊来写啊，有修正意吼，当然修正意这较外口买较会对啦吼。如果伊互咱50组尔，所以如果你若无本着，还是讲你无需要，阮兜就有，你就该用修正意吼。啊，然后完成了后，迄本肯定教会，总是阮拍算圣言公会甲咱扫描20地啦吼。啊，咱要拍算到时，咱搁烧85分吼，互所有参加的人也是安那，恁若需要，所以你会通伫厝里。看每一个人写的手写的那一个迄个稿件哈啊，最后完成是变做一本是安尼哈啊，大概这必须注意哈，因为迄个是双面的，所以这个是奇数甲偶数，你要写的时候唔通偶数甲写奇数，按照迄张的做伙啊哈，所以你爱知影哈，这大概是安尼，所以有写人的名，还有奇数页、偶数页，你要特别写，然后这大概。你摕到就大概就知影，你要写的时阵尽量写哩纸啊，唔通用大的啊。我规个拢写唔对，我用大，它没有办法扫描，无法当装订，你就可能要从头写，啊无写爱用黑色，唔通哪啉茶哪啉咖啡啊，变做有去拍垃圾去吼。这方面咱尽量大家小心一下啊，不要贴东西啊，是讲迄个因为因爱扫描吼啊，这个迄个书写的。注意事项拢有附伫85分的迄个内底啊，所以写的时阵特别注意一下吼。这个是真侪教会用的迄个方式吼。所以我想咱大家来试看卖，做伙用上帝话语来啊。如果你若拄着地名人名吼，你就边仔搁要画一线吼。所以咱尽量照原稿的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写安尼。来完成看看3个月时间啊，咱看下等一下楼骹抽签领物件啊，若看下拄着落雨，请你好啊保守一下吼，用上帝话语来好啊保守这个代志。咱用这个圣经来做咱今日结束，做伙来读希伯来书讲上帝话是安那，来做伙，因为上帝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的剑较利。既若魂甲神、骨质甲骨髓无毋刺入破开，心内这念头甲主意也无毋干察。神的话会把我们的心理情况完全坦白，望互咱更了解咱家己，也了解上帝对我生命的旨意。做伙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互阮有机会借着南门教会要庆祝释教70周年。阮大家搁一届对上帝话语用古早的方式，一笔一画来记录落来，互阮会通用上帝话来做阮人生的指点，也互阮会通知影迄个得救的智慧互阮伫即个上帝话做即个脚前的顶路上的顶
会光会通行伫阮人生的道路关顶，直到阮真正来得到救。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咱三个来吟回应的诗，圣诗23首，鸟的主，海洋的主，大家起立。今日咱要来奉献，请梁家宏执事甲李梅新执事来施献。
我即摆来做消息报告。第一点，欢迎大家参加礼拜。礼拜后，请大家留落来，互相交谊、请安。第二点，服务团契，今仔日礼拜后12点半，伫地下室要举行10月份的例会，甲改选干部，后邀请台北水塘口高传奇执行长来做专题演讲。伊要题目是台北旧的城区一寡生活故事。足侪兄弟拢有报名，请留落来参加。第三点，这个手抄这个圣经，牧师讲得真清楚大家会记起怎到楼骹去坐牧师娘登记领这资料。第四点，较重要就是讲，咱即马开始首席班已经开始要恢复上课11月初一即个拜2要开始，早起9点长青乐活嘛是拜4，11月初3要开始上课，所以有报名。迄个是9点半，长青乐活是9点半，手机班是9点这写唔对，对不起。写唔对，9点半。长青乐活是9点半就是长青乐是9点半，拜4 9点半，刚刚拜4这礼拜611月初5下晡7点半要召开咱今年度这个曙光研讨会，伫地下室请所有中职甲团契的会长、辅导拢来参加。下礼拜第6点是下礼拜11月初6是台新的奉献主日，先学院要请这个曾松胜这个牧师来代表学校来正道请安募款。另外就是读经甲灵修念诵这个活动已经11月初3要结束，下一摆预定伫11月27，大讲假要开始第主日开始，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第8，过来团契消息，因为圣高地今仔本来要练歌，因为好团契要例会，所以因暂时练歌暂停一摆，妇女团契计划伫12月初2要去关西甲德东一天的旅游。有要参加的人，会费是700块，毋是会费1000块。有兴趣有想要参加的，也即甲洪书网即报名。教界消息甲即个大多数人家己参考后壁补充听牧师来补充。关系迄个手抄圣经我阁讲一个就是，如果你家人无参加伫咱的教会也没有关系互伊你若摕到请太太、囝儿甲你做伙。我们都欢迎写名伫观点，欢迎咱大家看咱做伙在迄度。我今日来介绍几个人客来迄度先来介绍较远的，为加拿大转来周局主席局主席为加拿大转来伫遮，咱真欢迎伊。即马解封了，渐渐有一些人可以回来。我来介绍我的大姐因为明仔载要转去美国我的大姐伊大概伊拄我转来1个礼拜也真欢喜看到明德社再一次看到你在坐在迄个顶礼拜，咱为着明德兄做个别礼拜，真欢喜今仔日会通来甲咱做做敬拜。以后大家做互相照顾大家扶持。我来特别介绍复活教会有陈长老2位陈长老伫咱中间即个复活教会伫中和3位伫遮
欢迎请坐因为咱望将来会通来做伙做集体，大家好好来拍拼，为着福音的事工，都伫小人路好好教会。毋知咱还佫有我需要介绍的人无？我最后我来介绍迄个咱楼骹今仔日有一位脑性麻痹的团队陈思龙伊伫即个所在伊虽然脑性麻痹，总会真骨力做上帝工去学校去鼓励遮少年人传福音伊的经费就是照伊所卖册来咧做。伊讲每年有计划要去到小巨蛋啥去做传福音的工课。所以如果咱要支持伊的事工，会通伊有几本册伫楼骹，一本400块即等于半奉献咱会通甲伊支持、甲伊帮赞毋知还佫有特别迄个需要介绍的人无？欢迎咱大家看下落雨的时阵，请你手抄圣经的物件，毋通去留遐澹去要佫补较困难多谢。好，最后咱要上映，咱要来参加来吟圣诗400首，愿主临来，甲你同在，请大家请起立。领受上帝祝，当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伊伫因带祝福，甲咱正大家生活伫咧，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阿免。闭会，大家请坐。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做了就好。